之后，我们安静我们的心，预备好我们的心，要来朝见我们的神，要再一次真实的遇见神，将最好的献给我们的神。我们有一点安静。现在来练习回应诗。拣选。请弟兄姐妹也开口来唱哈。你十字架的大能，重价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果子长存。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你十字架的大能，重价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果子长存。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这时候邀请弟兄姐妹从位置上站立起来。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阿们。阿们。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当兴起热情的来敬拜主，相信神的灵要自由的运行在我们中间，充满我们每一个人。阿们。神的子民合一聚集，热切期盼
遇见你。要为我们敞开，天要敞开，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耶稣就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神的子民兴起，神的子民何以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再次的敞开，天要敞开，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圣灵大大的浇灌下来，你的灵在这里，这里就有自由，圣灵自由运行无止境。一山到海信心，坚定不断升起，期待伟大神作奇妙事。圣灵，我们欢迎你。你的灵在这里，这里就有自由，圣灵自由运行无止境。一山到海信心，坚定不断升起，期待伟大神作奇妙事。耶稣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荣耀彰显，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哈利路亚！我们拍掌归荣耀给主。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你。哈利路亚！相信主耶稣要彰显他奇妙的作为在我们的教会中间。阿们。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
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举起我们的手。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更有信心的宣告。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盼望，我的盼望只在乎你。哈利路亚！归荣耀给主，主是我们的力量。阿们。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当我们以神为乐，他就要将我们心里所求的赐给我们，这是我们所相信的。阿们。心事未曾看见，依然仰望释迦，心事完全交托，神之主已掌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行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心事未曾看见，依然仰望释迦，心事完全交托，神之主已掌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行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行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行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行在主的旨意，
我凡事都能做。我们闭上眼睛来祷告。主耶稣，你是得胜的主，今天你要赐下得胜的力量、得胜的信心、胆量和勇气，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使我们里面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并且相信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这时候，我们要为着中秋节期间阖家能够团圆来祷告，求主祝福各地的家庭，在相聚的时候充满了平安跟喜乐。也愿主的爱修复破碎的关系，并加深我们与家人彼此之间的了解与包容。特别赐福家中仍然有未信者的家庭，在相聚的过程中能够有机会分享福音，让家人能够认识救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再次将荣耀得胜的掌声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请坐下。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
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以上。接下来是真道，今天柯牧师要真道的题目是爱怎么写，我将时间交给柯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今天用这个主题"爱怎么写"来分享关于约翰一书4章7到16节这段的经文。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经常都会听到我爱你甚至现在的台湾的社会已经非常的国际化通常也会用英文说 "I love you" 来表达爱的语言。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写这个字呢？也就是说不是真正的写，而是说我们应当怎么样定义爱这个字。更进一步，我们当如何来实践爱这个字？如何写爱这个字？其实是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人与人的关系当中来实践、来写的但在现实的人生当中，其实有许多人将爱写错了。例如在许多青少年或是儿童呢，虽然从小就得到父母亲许多供给他们的东西，或是每一年都为他们举行生日的一个庆祝，但是有可能他没有得到的就只有一种，就是爱的礼物了这个听起来很严重很恐怖但是这的确是发生在我们生活周遭。还有一些家庭曾经经历过家庭的暴力，而这些施暴者在婚姻一开始他们结婚的4月中，也都向这个牧师或是向主婚人说，我会爱对方到头发白为止显然以后在生活当中就发生了家暴的事件，显然就是也将这个爱写错了。那我们回到教会的团契当中，我们应该更要注意，要谨慎的来实践爱的伦理，在教会当中，否则也会常常出现问题这个教会当中更应当注意所以弟兄姐妹，那么你个人如何写这个爱字呢？英文的爱我们都知道叫 love
许多人现在的 T 恤都会印有这个 LOVE love 这个字不过后来的人呢，渐渐知道，其实要写 love 很简单，但是要真正的实践所谓的 love 不简单。因此我就在网络上爬书，有人就将这个 love 这4个英文字母，把它延伸出来比较深的意义我去网络看，有人将 love LOVE 的 L 就是用 listen 来代表，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嘞弟兄姐妹，在家里你有耐心听父母亲讲话吗？或是作为先生的人，你有耐心听妻子讲话吗？我个人为例经常我太太跟我讲10句话，我通常都只听到最后那一句话，前面讲的真的都没有注意听。那很奇怪呢这个人性的弱点所以我发觉这个网络这个将 L 用 listen 来表示很有意思然后 O 它用 overlook 就是忽略，忽略什么？它就是说在家庭的关系当中，要去忽略对方你看到的那小小的缺点，要去忽略那些然后呢，这个 V 呢，V 他们就用 voice 就是声音来表示。那怎么讲呢？经常在家庭的关系当中，我们的声音都太大声了，有没有？在家庭的沟通父母亲跟儿女，我们都很大声的对父母亲讲话，甚至夫妻之间也是这样那就要小心，那个关系会破坏所以 voice 我们声音的控制很重要。这个竟然有人想出这样然后 E 呢最后 E 他们就用 effort 努力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爱的关系当中要持续的努力它没有一个终点 effort OK 看起来我觉得这些提醒都非常的好，不过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应该回到信仰来看爱这个字而基督的爱呢，其实就是最好的一个典范那么从信仰而言，爱是什么？爱就是要充分的信任，又愿意冒险，在关系里面愿意分享，并守爱的契约到终身的意思再讲一遍从信仰对爱的诠释，就是说充分的信任，又愿意冒险，在关系当中愿意分享，并守爱的契约到终身的意思所以第一个我要分享，这里面的爱就有3个元素很重要：信任、关系跟委身。委身我们中文翻委身，英文叫 commitment。那 commitment 好像有一个关联性，那个就是一种契约。好，第一个我们讲信任，真正的爱不能没有信任。当然，信任也包含着冒险的部分。意思是说，要对所爱的人分享
你的生活、思想、目标与梦想啊，所以你会发现，哎，这样的一个分享很冒险的。所以现在年轻人都不太想要结婚，有没有？哦，都很怕结婚呐、都一直拖很久哦。其实有可能他感觉到这个婚姻里面哦，真的是一个冒险，他们觉得很恐怖。哦，好，因此，爱并不是指父母亲经常将孩子用一条绳子把他绑住。我们诗篇说慈神爱所，我们用那个经文来解释说，我把你拉住是为了爱你哦。其实这样是一个对孩子不信任啊的一个态度了。啊，这个也不是爱哦。爱也不是说夫妻间始终互相疑神疑鬼啊，去询问对方的社交的状态，对不对？你今天去哪里？你跟谁这样子在一起这样子一种猜忌的一个存在，就没有信任跟冒险的空间，对不对？所以这个要注意使徒保罗说，爱是完全的相信，这样的意思并不是说爱就是瞎眼的，是注定要被欺骗的，不是这样的，而是说爱要有完全信任的态度。再来，第二个要素就是说关系的联系，爱需要有真实而且密切的关系关联性，彼此愿意分享。有些夫妻虽然有名义上的婚姻的关系有去登记了，但是双方夫妇的生活又好像都是单身的，夫妻双方都各忙各的事务，那夫妻的兴趣都不一样都是发展自己的部分，中间都毫无关系，不相干涉，没有委身，没有分享如此的家庭经常会在其实他们的内心的情感上、心灵上，其实都是互相在折磨。表面上是完整的家庭，其实是死掉的一个家庭关系所以这个要特别的注意。举例来说我的朋友就跟我分享一个案例，就是他说他有一个在当警察的朋友最近他家里出了事情，因为他原本警察工作很稳定薪水都非常好公家机关嘛，但是他因为他的赚的钱都是太太在保管，然后最后听说他太太去赌博，把他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哇，那这个家庭就要闹离婚就是争吵这样子。那这个就是给我一个看见就是说，哎呀，原来夫妻之间，他如果这个关系不是真实的，就是没有联系，那个就会有问题。所以这些案例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会出现，像警察的家庭嘛，我就知道，他们时常因为任务就没有办法经常跟家里的人在一起，还有这些当军中当军人的，对不对？有时候有比较少跟家人在一起那这样子的关系就要特别的注意。然后第三个元素就是委身 commitment， 爱应该是一种永久的约定与献身，永久的约定。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7节说：“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因此，这个重要的一个字就是爱，是永不止息。爱的性质是一种永久的约定，是一种坚持，不断调整自我的过程与关系了。所以这个爱就这样子，在人世间种种的关系，无论是夫妻、父母与子女，或是我们工作的职场的老板与员工，或是教会当中的牧师、同工、会友间，都应该注意这3个要素来实践爱。所以在关系里面，爱不是盲目的感情，而是一种有意志，通过你头脑的意志的一个行动，是永恒之约的决定，是决定哦。所以这是第一点，要分享爱的3个元素，就是信任、关系跟委身。那么第二个，我们说在圣经上有什么例子可以说出来？圣经的例子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路加福音15章这个父亲与2个儿子的故事。这个故事经常在我们教会如果圣诞节的时候，或是在布道会的时候，如果弟兄姐妹来演这一出戏，其实是很好的一个福音的一个呼召所以这个戏我们经常在圣诞节也会看到就是说路加福音15章给我们一个爱的完整图像的一个非常完整的图像。经文说，小儿子向父亲要他应继承的产业。父亲还在，小儿子就去要他的应继承的产业。他小儿子说他准备要走他自己人生的道路。那个时候，圣经上面说，父亲并没有碎碎念，也没有骂他、打他。这个父亲看起来真的很疼爱这个儿子他其实父亲也已经尽了父亲的本分，养育他长大。但是今天呢，他要他继承的产业，父亲又愿意给他产业，离开家到远方去冒险，对不对？去冒险。圣经说，这个父亲没有因此这样就切心放弃，没有，放弃这个没有。圣经说，他每天都在门的外面观望，盼望小儿子有一天回来。后来真的小儿子，他这个故事我们中间我们知道，他就是花尽了他所有身上的钱，没办法，就跟猪一起吃那些东西，对不对他就回来了。父子得到一个最好的结局，就是他们互相之间经历了更深入的爱，更深入的爱。其实父亲对儿子的爱，就是一种永远的约定跟献身。最后，当小儿子回来，父亲看到他的时候，并不是说，回来了你不相信跟你讲的就不要回来，有种，对不对父亲没有讲这种消遣的话。圣经形容父亲的动作，就是第10节路加福音15章10节，父亲看见小儿子回来，马上跑去拥抱他，与他亲嘴。
从此就没有再离开。这个是路加福音15章很完整的一个爱的图像。好，有没有看见？其实这个图像当中就有第一点提到爱的3个元素哦。最后第3点，圣经神学所启示的爱哦，我们就来讲爱应如何写。我们只能够由天父上帝得到启示了。我们现在无论我们在周遭得到爱的故事这些其实这些故事也都非常有限。我们基督徒能够从天父上帝得到最完整的启示。今天的经文4章7节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上帝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因此，当我们离开上帝，这段经文我们就知道，当我们离开上帝，就无法认识什么是爱。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在创造世界的开端，上帝就显示他对世界万物的爱。当人类受创造的当下，上帝就呼召人类，呼召亚当夏娃，呼召我们来治理世界。他将治理的责任交给所创造的人。弟兄姐妹，其实这不也是一种冒险吗？对不对？这个是不是冒险？人类会好好的治理这个世界吗？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在摧残。但是上帝愿意冒险。接着约翰福音1章14节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有恩典与真理满满。”这个所谓道成肉身，约翰福音其实指的就是耶稣基督。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上帝借着基督来参与人类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耶稣他就参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无论是试探、苦难、喜悦或死亡，耶稣基督都参与在当中。上帝愿意与我们一起承担这一切，为的是让我们能够得着真正的生命，生命。所以罗马福音5章8节说，上帝为了显示他爱我们，所以基督为我们死。基督为我们死，十字架其实就是上帝在示范最深的爱，永远的契约的献身。十字架就是这样深深的爱，永远之约的献身。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圣经之后，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爱是什么？这个是一个神学的一个论述。所以结论来说，爱应当怎么写？天父启示我们应当用信任跟关系的相通，以及为爱的永恒之约来献身，来写这个爱这个字。保罗也曾经勉励初代教会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应该实践这样的爱。他在以弗所书3章17节为他们来祷告，他们这样讲保罗这样讲：使基督因为你们的信
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所以保罗也知道我们的信仰跟基督的爱有关系，是基督的仁爱，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所以弟兄姐妹，由此你可以看见，保罗是用一种相对于上帝爱世人、冒险行动的一个神学。刚刚我们讲的上帝爱世人的一个动作，来说明，那既然上帝愿意这样冒险爱我们，那我们人如何用信仰来回应上帝的爱呢？也就是说，人类的爱其实都是有限的，除非你认识基督的爱，就是天父上帝的爱，并且知道我们本身是有限的，是不足的，然后来接受基督为我们的软弱来死，这才是我们信仰的基础根基。接着我们才能够进入真正信仰的旅程当中，为我们所相信的基督与信仰在人生当中冒险，并且要委身于这个爱的永远之约，要委身在我们跟基督这个永远之约当中，并且要经常与父上帝有关系的相通，如此才是真正认识天父的爱，也才能在我们的人生真正的写出爱这个字。这个是今天这一段经文他在告诉我们的，这个跟我们的信仰的基础是息息相关。这个爱跟我们基督的爱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所以我们泸州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其实就是要给周围的人来知道，原来上帝是爱所以我们愿意分享这样的爱给我们周遭，因为唯有认识上帝是爱，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他怎样用他的一生跟十字架来委身于这个永远之约，我们唯有知道这样子，然后将这个告诉我们周围的人，他们才能够真正的也在他们的家庭来付出爱，在这个社会来付出真正的爱，而不是一个自私的爱。所以愿我们能够从这个经文得到帮助。我们最后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很高兴知道，天父你疼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甚至你为了我们，让我们创造我们的时候，为了让我们有充分的自由意志，愿意冒险信任我们在这个世界管理一切，又愿意冒险用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一生与他的死来显明天父你的爱，并且来救赎我们人生所有的弱点与罪性。为了这样子，我们要感谢你。今天我们愿再一次祈求你帮助我们，加添我们力量，去爱我们家里的每一个人，我们的子女，我们的父母，让我们学会用信任，用关系的分享，用献身在这个永恒之约的约定
来疼爱我们的家庭，以及我们的教会。愿你再一次操练我们这样子爱的功课，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回应诗拣选，请同工。请会众起立。你十字架的大能，重价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果子长存。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你十字架的大能，重价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果子长存。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小姐请坐。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奉献，请奉献同工准备。
接下来是报告跟介绍新的朋友。今天有新的朋友吗？有吗？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有吗？啊，请起立，让我们欢迎你。爱使我们相聚一起，爱使我们相聚一起。上帝的爱使我们合为一体，爱使我们相聚一起。好，我们欢迎你们哈。所以没有单子，不知道怎么称呼你们哈。那待会有空的话，请留下一个基本资料。谢谢您，请坐。接下来我简单的报告本会的消息。本会消息一，本主日教会特别邀请的柯一正牧师来证道。我在这边呢，代表教会在此跟柯牧师感谢。第二，各单位在9月29号前完成明年度同工的选举。那选举完之后，把明细交给以书面的方式交给办公室。3，本会信得奖学金的申请，申请的出席率需要达2/3以上，自9月1号，9月1号至9月29号止。那请填写申请书。如果不了解的，请向干事询问。第4项，街舞班第3期招生，它是在每周六的下午4点到5点半。那本期5堂课费用是1000元。那有4上1堂，着收200元哈。那师资是淡江大学热舞社的。我们招收国小以上55岁以下。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向宏宇在哪里？可以向他来报名。来，第5项，每周3晚上的读经祷告会，欢迎大家踊跃的参加。6，会计报告，请各位弟兄姐妹自己查阅。团契消息，下礼拜主日是松年团契的例会，也是同工选举的事工，请那个契友踊跃的参与。肢体相通的部分，请大家自行过目，为大家来代祷。教会消息教界消息，10月5号上午9点到12点，周六台北中会传道部举办的进阶长职训练，邀请泸州教会长职踊跃的参加。以上，请起立，我们一起来齐唱散会诗。最后，请柯一正牧师为我们祝祷。与你分享他的
愿父、子、圣灵、上帝的平安与慈爱与你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